大家好，我係葉葉，歡迎大家又嚟到我嘅 channel 啦。經歷咗2年嘅工作業呢，我終於都可以喺今年嘅11月去報考 APC 測量師牌嘅考試啦。因為今年 Hong Kong IS 喺6月嘅時候公布咗一份最新嘅考試 guideline，係同上年我拍嘅 vlog 係有分別嘅。主要分別呢就有2點。第一點就係由以前嘅4日考試日子變成咗3日，即係準備嘅時間由原本嘅3日時間減少到得返2日。第二點就係考試日子嘅 Day 2，就喺下晝嘅時候呢，就要去指定嘅考場啦，去做一份 written task， 係唔可以帶任何資料入去嘅。所以呢，今年嘅11月考試，我就係其中一位白老鼠啦。我已經考完咗11月嘅 APC 考試啦，咁我就分享下我整個考試嘅過程同感受俾大家知。我就分咗4 part 去講解。Part 1就係個 time frame，Part 2有啲乜嘢去準備，Part 3就係考試嗰2日準備嘅過程，Part 4就係考試嘅結果同埋個感受。Part 1 time frame 喺9月底嘅時候就會交報名表同埋報名費。喺10月頭嘅時候呢，就會有 email 通知你係咪成功報名。如果成功報名到嘅話呢，就會喺10月中嘅時候就會知道咗 written task 同埋 presentation 嘅地點。而11月頭就係考試嘅日子啦。Part 2事前準備。因為呢個考試會歷時2日，所以我哋要準備一個地方啦，去俾 helper 同埋 advisor 你。大概喺9月、10月嘅時候呢，就會揾一個 co-working space 去租地方。而觀塘區嘅 co-working space 係比較多嘅，所以我哋通常都會揀咗嗰一區。而考嘅前一日，我哋就會去 set 場，將自己嘅 printer 啦、零食啦、文具等等都會準備好，俾第2日 helper 嚟嘅時候就可以直接用。Part 3考試嗰2日嘅準備過程。考試 Day 1，考生呢就會喺9點之前啦，就到 Hong Kong IS 嗰度報到啦，去聽講解同埋派卷。大概30至到40分鐘，聽完之後呢，就可以直接出發去考試指定嘅地盤。今次嘅地盤呢，就喺深水埗區嘅唐樓。而喺搭車嘅期間呢，就要安排 helper 係有啲乜嘢資料係需要揾嘅。而到達到地盤之後呢，考生係冇限時地去自行去影相啦，去觀察。影完相之後就可以搭車返去 co-working space， 同 helper 傾下自己嘅 proposal 係啲乜嘢，之後 update 下佢哋揾嘅資料。基本上剩低嘅時間就係定 vertical diagram。到晚上嘅時間啦，就會有 advisor 嚟到，佢哋會再俾建議我哋睇下我嘅 proposal 有冇咩問題要注意嘅地方。又準備聽日嘅 written task 可能會問到嘅問題，寫定啲答案。就係咁 Day 1大概就喺凌晨2點就結束啦。Day 2又開始準備下晝嘅 written task 嘅內容，再修改。因為考試嘅時間係下晝2點，要提前15分鐘去登記，所以基本上係食完個 lunch 呢就要出發㗎啦。今次考場嘅地方呢係柴灣 DI。考試嘅形式就好似喺 DSE 嗰種喺禮堂考嘅 setting， 一排一排嘅座位，有3份卷，每份卷都有3條題目，有90分鐘俾我哋去寫嘢。基本上每題平均有10分鐘嘅時間，所以基本上係諗到個答案之後呢，都要即刻寫落去，冇乜機會係俾你有翻手嘅時間，因為10分鐘每一題其實都比較趕急。如果你係寫到比較詳細呢，就會冇機會答後邊嘅題目啦。當90分鐘考完之後呢，再加埋收卷啦，我哋大概可能4點鐘呢，就已經係離開咗考場，又搭翻車翻返去 co-working space。基本上我哋即刻就翻到去呢，就要寫低翻我哋當其時考嗰9條題目啦，然後又打翻晒我哋當其時寫嘅答案。之後就同 helper 同埋 advisor 一齊諗啦，嗰9條問題仲有冇一啲嘅延伸嘅問題係會繼續問落去，就會諗定一啲嘅答案啦，同埋再睇下自己原本寫嘅答案究竟有冇出錯嘅可能性。因為我哋已經知道咗自己第3日嘅考試時間啦，所以第2日呢，我哋都唔會做到好夜，基本上去到凌晨1、2點呢，都已經係返屋企去瞓覺，做一個充足嘅準備。Part 4考試結果同感受。
考試時間呢係分開咗上下晝嘅，咁而我呢就係上晝嘅第一個 session，係大概9:45左右去考試。我哋都要比較早去到達現場啦，即係柴灣 DI。喺你報到嘅時候啦，就會問你會唔會認識3位考官啦。之後你就會知道嗰3位考官係嚟自 Government Department 定係 Private Firm。當夠鐘去考試嘅時候呢，就會去返你相應嘅課室去等候，然後呢，就開始30至到45分鐘嘅考試啦。今次考試俾我嘅感覺呢，就好似係開一個 kick-off meeting 咁樣啦。佢就冇咗一啲自我介紹啦，或者一啲好長時間 presentation。基本上呢，考官係拎住我哋第二日下晝寫嗰3份嘅 written task 啦，去問問題，而基於我哋答嘅內容啦，去再問一啲嘅延伸問題。我考咗大概45分鐘啦，其實就已經結束咗呢一個嘅考試啦，即刻就寫低翻我俾人問過嘅問題啊，同埋答案啊。其實當其時考完呢，我都覺得有少少15-16嘅，因為覺得自己可能開頭嗰段呢又係表現得比較可以嘅，但係去到後邊呢，就因為已經開始有緊張啦，就有可能有啲唔自信啦，就開始答得我覺得比我預期中冇咁好嘅，咁所以我16都未知道究竟自己係咪真係可以一剔 pass 啦。因為聽聞每一次嘅考試結果呢都會係唔同日子去通知嘅，而我今次呢，就喺考完嘅第2日，即係星期日嘅下晝6點呢，我哋就收到 email 嘅通知，知道咗自己嘅結果係點啦。不幸地，我嘅結果係 fail 咗嘅，其中有啲 comment 都有講到話唔自信啦，咁我都知道嘅，呢個已經係考完出嚟嘅時候都已經感受得到，唔自信有可能都會導致到我失敗嘅其中一個原因嘅。總結翻呢個 APC 考試啦，經歷咗呢連續3日嘅長時間腦部嘅活動啦，加瞓得少，好反映到自己嘅精神力同埋體力係咪跟得上呢個考試嘅強度，同埋壓力、焦慮都會影響咗睡眠質素。所以下年再考嘅時候呢，就要提早做準備，冇俾呢啲因素影響到自己嘅表現。加油啊！下年嘅 APC Vlog，我會為大家帶嚟我嘅好消息㗎。咁今年嘅 APC Vlog 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